信息的分享，成为上帝的家庭。咱要请唐老师做伙恭敬的听。至神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新春的头一日，阮用敬虔谦卑的心来到你是阮的宝座正头前。愿上帝你享受互阮平安，也享受互阮喜乐，互阮在世日子，伫上帝安排下面，愈过愈丰盛，哪来哪有亏难。因带阮对卑微的代志开始做，到伫有一日，你将好搁大的事交代互阮，是因为阮尽忠，阮忠心，伫上帝命令下面，阮要尽力跑走阮应该行的路。主愿你来帮助深化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互阮每一个家庭有教养的稳定，互阮来使用。帮助阮身体健康的兄弟，你享受互因喜乐甲平安，互因无孤单，做事。上帝，你有你特别的意思。主愿你将这款的意思放伫阮正人的心中，互阮明白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上帝，福气的源头嘛是对你来。愿主赐福帮助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的祈祷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平安。咱台湾人真喜爱伫欢喜的日子的内底，拢会去讲一寡彼此祝福的话。我毋知你昨昏摕红包的时阵，有甲你爸爸妈妈讲啥物话？有诶可能讲迄个逐年拢讲祝你青春美丽又快乐，无就是福比东，寿比南山啊，东。不过咱台湾话足趣味吼，台湾话一寡人咧讲的时阵是较特别的讲吼，请你食甜粿，互你趁加火；请你食土豆，互你食甲老。叫你一杯茶，互你身体健康无问题。我毋知影咱捌听过这个话无，总是这拢是一寡真趣味。而且对咱诶生活中间有真侪意义、祝福的话，做是伫教会内面，伊有特别的意思。除了食物件会使得到福气以外，我想伫教会内底无安尼强调。伫教会内底所强调的是，当你明白上帝了后，你的一生就开始无相像。咱侪人对足侪所在要超找家己的帮助。有当时咱去外口找朋友，是因为毋望朋友帮助咱；咱去找老师学习，是毋望老师会使教导咱。总是伫教会内面所强调的，这拢袂要紧。上界重要的是，你若明白上帝了后，你家己的家拢的确会得到帮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看投影片第3张。所以有真侪人咧讲吼，咱若要得到帮助，爱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，第4读书，第5是拄着贵人。足侪人感觉讲，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若毋是因为命运的安排吼，就是运气好甲歹。总是伫教会内面吼，无安尼讲吼，教会内面讲的拄啊好无相像。来下。上去，来，咱做伙来读《申命记》28章13节。来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永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用话交代互咱，毋是爱解运，嘛毋是爱拄着贵人，嘛毋是靠读册就会使。上界重要的是人生，你若无一个信仰做你的帮助，你就真无力，真拍算。足侪人
一世人的中间，到伫年老的时阵，拢会去承认，好你家在有主耶稣，好你家在上帝捌帮助过我，若无吼，我就无今仔日遮尔幸福。足侪人到伫年老的时阵，特别是忠心侍奉主的人，伊拢心满意足，最后要伫离开世间之前，特别交代伊的事实，你就爱去教会哦。为虾米因特别爱交代这？伊毋是交代讲囡仔数学爱读较好，英语爱背较好，迄将来考试真重要。咱人若是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拢会讲啥物？囡仔爱信耶稣，爱转去教会。为虾米安尼讲？当咱上界软只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到，伫教会内面有听，嘛有真理，听互你有快乐，真理互你有方向。当你生命内底有一真理的快乐甲方向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即个世间，你毋免挖靠世间人的眼光过日子。伫落头，你会感觉讲，上帝来讲你是好，你就是好。迄款的好，害你做平安，毋免去惊人讲看你好啊毋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无要算一般的风水、读书、贵人、命运这些问题，拢毋是咱基督徒爱去注意。基督徒爱去注意的，其实干那即两项，爱有听的心，甲捌真理的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需要伫遮甲咱强调，一般人伫遮常常拢会犯错的。新年期中间，甲咱特别提醒，毋通去信别个上帝。即个毋通信别个上帝，伫约书亚记内底嘛是共款有出现。即个意思是啥物？一般人常常会缀人行啦。若是较侪人要行东边吼，你一个人要行西边，可能较孤单，你就较毋敢行落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会使真清楚了解，做基督徒本来就是有家己的想法，甲一般人无共。即个想法就是咱坚心决意，咱无要死过我大边，咱坚心决意要来信上。所以咱来看下面一张吼，伫迄个中间爱甲咱提醒，咱一般人有两款的个性，但是咱应该爱了解两个重点，就是第一。人常常甲上帝徛对面，咱想要往东，就是上帝叫咱往西的时阵，咱有要安尼改。咱愿意改变咱的旧的习惯，成做新的新创造的人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常常伫新春礼拜的时阵，拢会讲，迄个衫拢新的啊，帽仔嘛新的，鞋仔嘛新的，西装嘛新的，但是内底即个人嘛是旧的，因为习惯拢共款。习惯拢共款啊，所以无啥物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看到第二项，人的惯势就是常常和上帝徛对面，但习惯过去的生活，总是上帝常常要甲人亲近，因为伊依爱你，伫你的命中呢，伊有一个好的安排，所以爱你诚做是新创造的。伊爱你旧的，伊爱你新的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知影上帝的心意，较是过新年的心意。信主的人会使讲，逐工咧过年啦，就是因为逐工拢是新的。即个新的，毋是你的衫、你的厝，即个新的是你的生命。咱来看下面一张，所以请你会记咧，天国的道理就是你爱转换价值观，将你的价值观来换心。所以马太福音书13章44节鼓励咱，你应该爱看明白，世间的价值和上帝国内底价值无同，你应该爱有一个好的选择。咱做伙来读来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的人伊有安尼做，所以伊有的物件，毋是即个世间的财产，是即个土地藏起来的宝贝。伊知影有宝贝伫即个土地下面，总是目睭看无。真侪人嘛看无，厝边头尾来笑讲，你开付遮侪钱买一块看袂到的物件，这是啥物款的价值？总是即个人已经会真清楚明白，正到有价值的是目睭看无藏起来。
所以上帝的宝贝，常常毋是你会使去判断，常常时间久啊长了后，就会家己走出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做基督徒有三款的人，咱爱来看吼。第一款是一般人，咱若信耶稣了后，会称做基督徒。总是这是洗礼了后，无需要甲你讲，你一定要变做红色的，对乌色的要变做红色的。红色的是成熟的基督徒，就是你会晓看真理、捌是非，做事，你用温润甲三听的心来面对伊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无咧讲咱袂拄着困难，咱而遮无点光明灯啊，无啦吼，无消灾解厄，无即款事。因为耶稣甲咱讲啥物？成为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当你遇见困难跟痛苦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选择？代表你是哪一种人？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经文，约翰福音书16章33节，咱这位来看来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咱无要点光明灯啊，有的庙啊点光明灯、主灯，听讲按50万嘛吼。咱无安尼做，咱无要用金钱换恩典，因为恩典本质就是白白赏赐予咱，而且。咱伫一般的民间宗教，即个比如说开会市中间，敢嘛看袂到这样的平安。耶稣甲咱讲，咱有苦难，总是即个苦难，我靠上帝的时阵，咱会使赢过。苦难一定会有，总是平安嘛一定会有。即个平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家庭啊，整个带入来教会内面，咱的家庭会使做幸福，总是咱的家庭，你要注意。佫会使安怎？佫会使佫做上帝，做上帝。咱的教会就是安尼目标咧迈进，咱的家庭就是安尼目标咧进步。咱的教会甲家庭拢会使成做，不只是幸福尔，嘛会使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看后面迄个所在，顺境的时阵吼，人需要的是准则。咱常常做代志，因为顺吼，拢会想讲袂要紧、简单、轻松个做，总是常常咱袂晓准则。逆境的时阵，咱常常袂晓忍耐，总是不管你是伫顺境也是逆境，人拢需要上帝，所以需要上帝帮助你打工啊，嘛需要上帝帮助你来打游轮。所以咱伫遮鼓励。彼此来勉励分享，最后我用一段的经文，一个结论来做咱彼此的勉励。第一项就是，请咱兄弟姊妹来顺服对天理来的价值观。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甲天理来的价值观无啥相像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讲，你成功，然后你若有赚到钱，你有社会地位，安尼叫做好。嗰是对天顶来的价值观是讲，你爱服侍，你的价值观爱转换，对即个会朽烂的变做袂朽烂。人的欢喜无重要，上帝的欢喜较重要。所以上天的价值观，咱爱有。第二，要协助上帝来起造伫即个世间属灵的国度。教会就是即款的所在，所以侪人需要的时阵，伊来到教会的时阵。伊的灵魂有一个归属，伊的心境会使得到平安，所以教会都是这款的光明。所以第二项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属灵的家庭，伊就会安尼做。第三项，咱有仆人领导的典范。什么叫做仆人领导的典范？这个世间拢是大爱的化世，总是伫教会内底，大爱是做下世看。所以咱用三听的心。来改变所有你所拄着的事，用听来代替命令甲指挥，用光来代替黑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伫新春的时阵，彼此来勉励，这个道理咱伫世间听无，总是鼓励咱若是会使转换，将你的家庭带入来教会内面，
互伊对上帝领受恩典甲祝福。即个家庭对今仔日开始都会无相信，都会无共款，因为咱一生的年日拢伫主的计划内底。你若愈早会，你的家庭就愈早享受恩典甲祝福。咱搁一届阿头的祈祷。主上帝，阮伫新春的头一日，犹原要读你的话，对你的话做一个开始，互阮人生的方向是因为真理的教导，阮有信心来行。阮用三听的心来好款待，阮用信心来倚靠上帝。主愿你来帮助新化教会做兄弟姊妹家庭的需要甲欠因，互阮对一般的家庭变做幸福的家庭。搁对幸福的家庭变做属天的家庭，帮助阮一步一步愈来愈好势，互阮对经济、到伫灵性，逐个部分主你拢施恩互阮，开挂阮的境界，互阮做头无要做尾，互阮徛悬无要徛低。主愿你来帮助阮，祝福伫阮兄弟姊妹敬人的需要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